来，踏破天穹，挺入此玄幻深渊，乃人类与灵宠和谐共生之壮丽世界。缔结深邃契约，与灵宠共御生死，共战疆场，同享欢笑之顺，泪水之泉。听，三灵鸮，天赋异禀的灵宠师，其传奇如烽火燎原。彼短短1载，犹如日中天，使凌霄阁跻身1级。彼独宠灵魂，如虹破空。彼战斗无敌，每战必胜，犹如破军之将。彼距胜利仅需咫尺，然彼却遭阴暗之际，功败已溃。以秘籍艰难求生，欲知后事如何，且看《坤坤天下》。